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北疆的消息。西藏的流亡领导人60年来头一摆接受邀请去美国的北疆访问。那美国总统的当选人拜登，即马是无用在做内阁，要找官员，上紧讲伫后礼拜会公布名单。不过现任的总统川并无认输，继续在拍官司。只是宾州的诉讼，即马已经互驳回。美国总统川普日搁一届去拍golf，早一点进前，伊伫咧G20的视讯会议当中，伫气候的议题致诉的时阵，为伊提出巴黎气候协定来辩护。美国这个月初正式提出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是全球第一个。I withdrew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unfair and one-sided Paris Climate Accord, a very unfair act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designed to kill the American economy. I refuse to surrender millions of American jobs and send trillions of American dollars to the world's worst polluters and environmental offenders. And that's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川普到达未宣布败选，不过要诉讼那就无啥顺利。关键摇摆州宾州得叫联邦法官驳回用假选票无效的诉讼。当选人拜登日伊伫咧德拉瓦威明顿参加弥撒，嘛因为美国目前疫情真严重，累计确诊超过1200万例。拜登都高登出来嘛去互问问题。Mr. Biden, should all Americans, sir, be able to attend religious services during the pandemic? Yes, safely indoors, sir. 拜登定也已经开始规划明年1月20就职台顶的相关代志，为了避免正做病毒传染大会，可能限制来宾人数，规定挂嘴案，保持社交距离等等。另外，拜登上紧后礼拜公布内阁名单。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的真侪间媒体指出，在美籍企业家杨万迪可能出任商务部长。总人行政中央领导人罗桑森格20正式访问美国北疆，这是60年来西藏流亡政府头一届得到邀请。罗桑森格表示，北疆官员肯定达赖喇嘛所领导之下，总人行政中央经过民主制度所推选出来的领导人，这是因60年来，尤其是过去9年拍拼的回报。外界预计，这会让北京对美国更加不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今年的秋斗昨昏举行，原来伫国实安的游行规模是史上上大，有5万人参加。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是放调讲，要求总统蔡英文针对开放有3目钟的美国猪肉出来做电视辩论。另外，劳工团体是要求政府要看重劳保改革，保障劳工的退休金。来了，快来了，苏贞昌指条。我台顶举着蔡英文甲苏贞昌的人形旗，手提着美国猪肉卤肉饭，秋斗游行伫凯道登场，现场有劳工环保10安50外民间团体集合，大花返来伫顾10安，有袂少妈妈爱着囡仔行上街路，就是惊明年1月了后，民众要甲来克多巴胺猪肉加落去。我为了我自己小孩子的食安问题，我一定要站出来，请蔡总统重新思考，我们开放来猪进口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觉得他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然后就这样子开放了，他这点来讲是比较不满意的。我人识的鸡龟仔猪出现在队伍内底，前总统马英九甲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带队，国民党党员全台地方县市力量集合在自由广场，批评蔡英文剩39天就要开放内地，却是无配套做法。江启臣发话要甲蔡英文展开电视的辩论。我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我在这边邀请你出来做电视辩论，好不好？告诉美国人，欢迎美猪，反对莱猪，好不好？好。大批游行队伍举着各色的旗仔，行到民进党党部重点，其中也出现捍卫中天新闻的蓝色的旗仔。除了10安新闻自由以外，劳团希望秋斗回归劳工议题，不是论做国民党甲民进党的恶斗。我在这边强烈的呼吁劳工保险、老年退休的保障才是我们人民所要的。民进党今天已经全面执政了，你民进党就不该告诉我们，过去国民党残害劳工，你民进党也可以残害劳工。桃园产业总工会呼吁政府重视劳保年金给付补助，IQ 资本利得税建立基础年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中捷运自启营运着故乡，经过检查，发现是连接车厢的零件坏去。昨样开记者会，宣布慢车启营运，18台列车要先做检查，也毋过12月19正式通车的日子目前无变。
造成中济礼拜六局部停驶，就是这长期的设备，电动车车厢之间半永久连接器牵引装伫轴心。轴心这是一根粗的螺栓断裂面在这里断，所以它一部分就掉下来，掉在这里。美国的零件供应商是国际大厂的供应商来供应，在这2天以内把这个报告整理出来。中济8只桥日本电动车原厂川崎动工，伫21暗时针对事故车厢做检修了后，发现长期的这个物件是美国原厂零件，因为是第一摆发生。最后决议中济暂停试营运，18个车厢全面检查。这边会负起我们车辆制造厂的责任，跟我们的供应商去做这些品质跟制造跟生产的确认。或者中济工程的北基技工处也指出，台中1份18个车厢有假设是日本原装全车厢进口，9只是伫台湾组装，事故车厢是日本原装进口。8只为1997年开始都用共型的车厢连接器，到今嘛无发生断气的情形。北捷区是没有发生过连接器轴有断裂过的一个部分中济强调，事故车厢发生的所在是伫高铁台中站的尾段，才会动用10人刹车及时处理。确实伫轨道因为是自动化无人驶，若受状况会自动停落来。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什么时阵会阁停开无时间表，不过12月19通车的时间无变。比较明确的这些时间，或是怎么样的方式，或是后续可以怎么样做一些处理。那我觉得这块我们用最严谨的方式，然后有效率的方式来面对这件事。台中1份试营运21礼拜六这一天，坐进厝526869人。中济8个技工处甲川崎动工记者会拢表示，会全面检查按个问题，拢指向美济车厢连接器出问题。中济公司强调，调查过程会公开透明，也会安全无问题才会上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伫今仔日透早4点51分，宜兰的近海发生规模3.6个地震，地震的深度敢若8.7公里，是真浅层的地震。上大震度伫宜兰有3级。所以咱来关心天气，今日甲明仔载2天，东北风增强，伫北部、东北部较淡冷。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开始，东北风会增强，气象局早起已经针对嘉南、新北、宜兰发布大雨特报。桃园以南、澎湖、金门、马祖，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今仔日温度会下降，伫北台湾日时的高温敢若有23度到24度，若花东有26度。中南部因为伫闪方面，所以影响无遐大，高温也阁有28度到29度。另外，今仔日桃园以北、东北部会落雨，有的所在雨嘛较粗。这礼拜伫拜三拜四的时会小可回温，雨嘛较停。不过对拜五开始，北部、东部佫会变天，连中南部温度嘛会下降。一礼拜后的礼拜日，低温可能只剩17度。乡亲爱说是这礼拜天气的变化。镜头来苗栗县政府即马计划讲要伫后廊设供电设施，不过这是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批评会去影响下水，造成淹水。公民团体嘛批评，若设唔对所在，颠倒会危害环境。伫个公听会，民众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杜宏迪的功能是啥物？杜宏迪今年是要有风做大水用的，伫水面上用蒲桶设置水翼型太阳能板，反对的人袂少。烦恼户已经有责严重的杜宏迪，大雨时阵无法发挥伊的作用。你若做悬的吼，就搁还好；做低水面的啊，即个水已经囤啊足悬的啊。苗栗县政府计划在17公顷的后廊杜宏迪建置6.5公顷的水翼型太阳能发电系统，委外工程案已经先招标啊。在月20接到地方来开公听会，民众即期是先斩后奏。官府讲会优先在明年先清土山，认为太阳能板袂影响有风大水的效果。年底他们刚好签约，我们地方完全不知道说县政府要签约了。如果真的发生大雨的时候，还是台风的时候，那我们地方这边不管农民也好，我们居民怎么办？我想这个也没有所谓的先斩后奏啦，经过评估，确实不会有影响一些排洪啦哈。民众烦恼太阳光电系统建置了后，若拄到大水雨，周边300多公顷的田会面临淹水的情形。公民团体是指出，对苗栗杜宏迪到中华大城的军花一寡渔池啊，也有一寡歹种做农耕地、甲军花海保新生地，拢真侪光电业者设太阳板的目标。政府在推动绿电的同时，嘛要考虑极端气候带来环境冲击。
超大台风、强降雨等等，都会导致这些太阳能板有很大量的损失，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农地上面的灾害。了解这个案场，即阵正伫报请经济部调设许可核准中，民众在公听会表达反对立场，希望官府会nghe听一下民意，莫为着光电带来利益而牺牲农民的权益。记者自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湖日报。美国一架行政专机昨昏雄降落伫上山机场，到底是谁来台湾引起关心？外交部有发出新闻稿表示，台美接待交流，美国官员来台湾访问，咱拢真欢迎。也毋过因为行程无公开，徛伫互相信任的原则，所以并未加讲。来看联合报，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洛桑森格即马伫北京访问，嘛甲美国总统办公室的代表、甲主管亚洲事务的美国官员见面。这是60年来西藏流亡政府行政中央的领导人头一摆受邀请去北京。来看自由时报。中华邮政配合交通部无人机整合示范计划未伫屏东的东港邮局到琉球的邮局，用无人机来送批甲送包裹，会比即马送的方式加紧半点钟，上紧伫15分钟内就会当送到位。风影大嘛毋惊，毋过若天气无好，敢无法度起飞，这才是未来的考验。打算伫明年3月份上紧就会开始测试。再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有新增加6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有5个是移工，拢无症头；另外1个是对美国返来台湾的台湾人。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讲，上紧咱明年第1季就当买到预防车，预防车卖到位。医疗人员、防疫人员、警察、宪兵，64岁以上的老大人会大声注射。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今仔日新增加6名境外移入病例，第613、614、617、618例拢是10多岁印尼籍女性移工，分别伫11月初来台工作，入境到即马无症状，毋过煞伫14天检疫期满进行采检才确诊。第615例是10多岁本国籍男性，今年8月中到美国读册，11月初伫当地出现筋肉酸痛、咳嗽、鼻无这症状，家己食药也无看医生，11月20入境时主动通报症状，过采检，后来才确诊。第616例是30多岁菲律宾籍女性，11月初8来台湾工作，入境到即马无症状，一直到检疫期满进行采检才确诊。迄今共617例确诊，那总共525例境外移入啊。另外，新冠肺炎疫苗采购进度，卫福部长陈时中透露，台湾落地已经有一寡疫苗外界烦恼，优先做的对象是啥？指挥中心表示，会将医事人员列为第一优先的对象。第二是机场防疫人员、维持治安的警察甲宪兵、长照甲社福机构的工作人员甲受照顾者，维持国家安全的军人，64岁以上老大人，19到64岁有重症高风险疾病者、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者，还佫有50到64岁人，囡仔无伫第一波治的对象。有关儿童感染这个新冠肺炎的部分啊，因为它属于好像几乎都是轻症啊，那甚至都感染的个案数也都比较少，所以目前我们针对这个所谓的优先接种族群里面啊，并没有包括儿童的这一块。总经上强调，这是抗体新冠肺炎疫苗全球提入机制 ，COVAX 疫苗拢会纳入考虑，所以辉瑞 BNT、牛津 AZ 疫苗，这拢会去买。若是顺利，上紧明年第1季就用提入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800万例，死亡人数有13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咱计共617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5600例，日本已经超过1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200万例，印度超过900万例，伫巴西超过600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58万例，法国超过219万例，英国超过151万例。
最近香港的疫情搁举起来，昨昏有新增加68例，若伫68例内底有61例拢是香港的本土病例。香港政府已经决定要先冻点甲新加坡讲好的旅游气泡计划，嘛宣布讲要提供津贴予感染者来减轻因的生活负担。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最近搁一届急速恶化，伫咧2日新增加43例确诊了后，2日搁增加的68例确诊内底，有61例是本土确诊。从8月16日以来新冠，香港政府怀疑讲最近以来确診者大部分攏甲一個跳舞嘅群組有關係。咁喺呢68宗個案入邊呢，就包括7宗輸入性個案啦。咁而家跳舞群組呢，我哋加埋之前嗰啲個案，有啲都變為一啲有關聯嘅個案呢，加埋呢就係80宗個案嘅。咁其中當然都包括佢哋有一啲係跳舞群組嘅屋企人啊，或者一啲朋友啊食飯啊各樣嗰啲。疫情拖翻頭，香港政府真認真看待，除了宣布檢測了後確診，而且閣有需要的人，會使得到政府本的5000塊港票，超新台票1,800塊的津貼。衛生署嘛加強檢測的力頭，列出14個舞廳甲舞蹈中心，若是任何人喺11月初1了後有去過，都必須喺日時進前主動來接受檢測。而家社區咧就多咗好多冇源頭嘅個案，我呼籲市民如果有唔舒服嘅話咧，請佢哋盡快去睇醫生。無論係私家醫生啦，或者係普通科門診都可以。而情況比較嚴重嘅呢，就可以去急症室。希望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預防疫情繼續拖。毋過，甲新加坡原本定喺2日正式啟動嘅旅遊氣泡計劃，宣布下2禮拜具體實施日期，預計12月初才過來公佈。將呢個計劃咧係推遲2個星期咧，係一個較為負責任，同埋我哋會喺10月初嘅時候咧，就住啟航嘅日期咧係再作公佈。第4波疫情伫咧國家，其中含跳舞群組相關的確診者，目前累計已經要80人，而且大部分攏無症狀。香港政府承認講形勢是真歹控制，相信閣會有新的個案出現。呼籲雇主伫咧適當的狀況之下，盡量安排員工伫咧厝內做工課。政府嘛會密切觀察狀況，決定講今時要加強社交距離的措施。記者綜合報道。再來關心 G20 高峰會開幕，即擺佇線頂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希望各國會當參與中國提出的健康碼國際信任機制。那美國總統川普是出面強調講，美國藥廠研發成功的預防下，美國有夠額才會銷去國外。由19國家歐盟組成的20集團 G20 20日開始舉行2天的峰會。今年原本應該喺沙特阿拉伯首都里雅得辦，不過受疫情影響，該線頂舉辦，也喺會期一開始就將焦點放喺防疫議題。نشهده في تطوير لقاحات فيروس كورونا فإن أولوياتنا القصوى تتمثل في ضمان إتاحة اللقاحات والعلاجات والأدوات التشخيصية بشكل عادل وبتكلفة ميسورة للجميع. 根據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國會積極參加支持新冠疫苗的國際合作，佮希望各國參加中國提出的健康碼國際核證機制，建立喺核酸檢測結果以國際通行指揮碼形式打造健康碼國際核證機制。俄羅斯總統普京是俄羅美國總統川普為刺激經濟所做的努力，進一步推動世界經濟發展，也保證因研發的疫苗會提供核證給需要國家。德國總理梅克爾、法國總統馬克宏、英國首相強生也輪流針對疫情發表講話。其中，德國總理梅克爾更是表態支持世衛組織 WHO。 Dazu gilt es, die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nachhaltig zu stärken. Wir brauchen eine verlässliche Finanzierung, bessere Zusammenarbeit, mehr Unabhängigkeit. Und dabei kann die G20 wichtige, ja geradezu unverzichtbare Unterstützung bieten. Il ne faut pas oublier, au-delà du vaccin, de la recherche, que cette coopération doit aussi s'étendre au traitement et au système de santé primaire. 對會議無對媒體開放經濟消息人士指出，美國總統川普只有喺開幕時陣第一站現身，強調疫苗美國優先確保國內需求充足，才提供給其他國家。然後川普就離開白宮，去附近維吉尼亞州的高爾夫球場拍球。記者綜合報道。今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
上海浦东机场2礼拜内发生7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本土病例，昨机场开始进行集体体检，传出现场是乱糟糟，嘛无做好安全的隔离措施。来看，川普做总统的任内，美国即马阁提出一项国际协定。美国政府已经宣布讲要正式提出开放天空条约，对今日开始，因就唔是会员国。日本的放假鬼灭之刃受欢迎，有网友甲作品内底嘅鬼杀队，甲咱台湾的北家将摕来比拼。日本媒体嘛专工亲自报道，小解咱台湾的民俗文化。来关心台铁昨昏阁发生有列车长受乘客攻击，有人摕区间车的票违规去坐普悠玛，互列车长抓到，也毋过伊拒绝补票，阁起卡动手。警方表示，经过调查，这个乘客有精神上的疾病，因为有摕身心障碍手册。70多人手举起来拍列车长，列车长一直摕也是互拍，最后连帽仔拢互拍掉。70多人早起坐台铁1104普悠玛自强号，列车长查票时发现70多人买是到南到台北的区间车票，违规坐普悠玛，因为有拒绝补票也出手攻击，赶紧通报上关的新竹站请求支援。乘车的票种不补，然后又拒绝列车长的补票。那我们经过列车长的通报以后，我们就在列车还没有到达进站之前，我们就在月台等候。70多人先是未提出身份证件，又拒绝警方来查问，情绪真激动。警方调查发现，70多人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有系通知的家属来到现场。台铁产业工会呼吁，尽管无多确认对方动机，不过台铁列车长过去常常遭到攻击。台铁应该成立不法侵害专案小组，确立通报流程，并且和员工必要的法律协助。的确会有不同的情境底下，台铁局给车长的协助是很少的。那他们甚至在譬如说做车长训练的时候，过去其实是没有因应各种不同情况的情境模拟的这个状况。台铁产业工会也质疑，进前台铁虽然发给列车长放心的喷雾，也过使用款式无清楚，列车长烦恼无编辑款，严格随便来使用。呼吁台铁应该制定无共情形的应对标准流程，另外应该对在现场的当人提悬危险津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茶山传出一个63岁乌子桑17去爬山，严格甲他是找无人，目前相关单位当地找找。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是提醒讲，茶山阁保留自然地形，若是唔知影路，千万唔通乌白行，才袂发生危险。救援人员围伫茶山地形道头前研究找人的路线。高雄茶山一名63岁山友，17号下晡对茶山登山口入山，煞到暗时拢无倒去厝。到目前为止已经失联第6天，家属甲同事拢非常的着急。除了报警嘛，伫面册答问，拜托山友倒找人。今天我们搜索的地方，我们是从少女峰，从那个登山口往少女峰的方向分 A、B、C 3线哦。然后昨天我们已经有针对这个地方去做搜索，今天是从 A、B、C 3线做扩大的搜索。人比较没有办法到的地方，我们用绳索的部分下那个垂降去做搜寻。军方、消防甲民间救援队长礼拜透早继续搜救。茶山因为有部分是军事管制区，所以附近拢保持原始的地形，唔但人要爬有难度，连救援犬要爬去找人嘛有一点仔困难。常常误闯的点有那个少女峰，或者是那个海洋美景的点。那这些点大部分都是网红上网去宣传的一些秘境。白天的话，大部分都一条路都比较不会迷路啊，但是如果说还有很多岔路走出去，就比较危险。茶山因为是浅山地区，关度无悬，所以真侪人爱爬。网络嘛有真侪人会伫所谓的茶山秘境翕相打卡，但这寡路线大部分拢无经过开发，沿路无木栈道嘛无路牌，提醒民众无熟路线还是莫入去，以免发生危险。记者陈焕武面交关高雄报道。在地上大条，嘛是咧高雄市立动物园以外，伫寿山发现特殊的神童仔，是一款无卡只的神童仔。甲乡亲咱做伙来看。目睭大大蕊，模样古锥，爬伫树枝顶悬，这是台湾真侪年无看到，真罕见的。这只好会发现也是巧合。高雄市动物园安排囡仔体验寿山生态，想要到学者专家做前导探勘的时阵意外翕到。目前还没有办法真正公开那个地点，是希望它能够族群还要再更大一点。将来如果说动物园高雄市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爬虫类的资源，来做一个教育或展示的话，我相信这个大概会变成是因为台湾就只有这个地方有。
4支的镜头第1支拢无少，批判也较圆，甲其他线也无共，尾较扁，身体有点仔较正较大颗，这拢是分辨这支花的特征之一。我们背后看到那个榕树的树干上面，主要是树干上面。那像寿山这边是那个珊瑚礁岩地形，那个珊瑚礁岩的那个孔隙都有可能看得到小只的。这摆发现也好高雄市动物园真重视，会将这摆珍贵的生态资源，加做园区推动新民营队的重要教育。未来也针对台湾原生动物做环境保育加教育的导致重点，让市民能有亲身体验生物多样性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海岸有一个所在，地猫甲北海岸野柳生做相像，互人叫做小野柳。毋过经过调查，其实小野柳的面积颠倒是比野柳还佫较大，即马已经正式甲改名，号做富冈地质公园。东海岸小野柳国家风景区的大石区，经过千万年造山运动成全，加海性侵蚀5公里长的海岸线，各种奇岩怪石，早期这风景甲北海岸野柳真共款，一直被叫做小野柳。毋过当地富冈里的社区居民争取要甲野柳区隔。这个月，台东县政府以文字化审议通过，正式公告正名叫做东海岸富冈地质公园。因为这边有一个叫做富冈砂岩，那这个富冈砂岩呢，原来沉积在深海的这个地方哈。刘英山强调，富冈地质公园也是台湾岛形成的重要证据之一，应作为环境教育、地质旅游的真好的所在。富冈地质公园也伫东海岸国家风景区小野柳的游憩区。东莞处表示，未来会甲富冈社区合作，做地质导览解说旅游。小野柳不再是以这个原本这样子一个景区的概念，是希望有融入更多的环境教育，还有地质的知识，还有我们在地的产业。只要有办游程呢，我们都会走过这些地方。富冈地质公园内底也有各种风化的大石，形状亲像是动物，会互游客又看卖。因为县府9月才公告，内基的乌地是地质公园，即马佫公告富冈地质公园。台东县即马是全台地质公园上济县市。记者综合报道。目狗是一款原住民正常地用咧煮食的香料，毋过即马有布农族的部落，甲目狗摕来研发做香水，要互大家嘛会当喷伫身躯，闻到大自然的气味。南投县信义乡的丹台地区，伫咧中央山脉甲玉山山脉之间，有真丰富的森林生态资源。为着要促进地方的观光，由4个部落组成的丹台本农生态旅游协会，即马嘛开发出利用在地香料做的目狗香水。由我们在地的部落的人能够做采集、干燥、浸泡之后，再由我们的我们行销公司这边的那个 GMP 厂商来做一个完成的一个香水。用了2年的时间，我们辅导部落从凝聚部落共识，然后推出香氛的产品，并且用马告这个当主角。我们也请了这个香氛师来教部落怎么样去调制。目狗是原住民的生活当中真时尚的传统香料，除了咱直接看到的目狗香肉、烟尘，嘛有人用目狗来做香甲巧克力豆。即马一项创新的目狗香水，佮专工景伫双龙林道举办发表会，要互大家体验森林的气味。整个就在森林步道当中，可以体会到马告香水真的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香水，非常的不一样，让我们深刻。原来马告不是那么遥远，欢迎大家继续跟着部落香氛小旅行。丹台本农生态旅游协会，即马是真积极咧推动地方的深度旅游，结合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目狗香水，希望大家会当更加了解本农的文化，嘛会当体会到大自然的美妙。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柳营基美病院内底有设一个服务失智症的学堂，学生会甲治疗失智症的时代做伙人布袋戏，透过搬戏教一寡医学知识、食药的观念甲防疫措施。伫病院表演的时，嘛会当声人目，吸引真侪人去围观，嘛会当宣传医药观念。摆开，食了就行去，摆开，食了行去。
布袋戏咧搬卖药的故事，大事真趣味。这毋是庙口，是柳营基美病院举办的活动，要甲民众教安怎预防新冠肺炎，甲食药啊正确的观念。咱今仔出来表演，拢是师资的医学堂内底的长辈，借由因的表演呢，来宣导这个用药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部分啦。人若老，身体不时就会袂爽快，药啊就愈摕愈多。不过药啊爱安怎食才安全？基美病院副院长带头，甲基药学堂13个失智老人做伙做戏红啊，完成了后，同齐来搬戏，毋但吸引袂少民众参与，这个失智老人嘛变甲真有精神。借由这个过去的记忆的唤醒，我想对于这熟悉的物件，我想借由这些活动，动脑又动手，以这个失智的进展的迄个，互伊速度变较慢的，应该有真大的帮忙。失智照护团队表示，像这款古早味的课程甲活动，会当刺激因甲一寡记忆找倒转来，动脑筋、接思考、骹手活动，对因伫失智维持生活能力，拢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的秀林国小是有一个德乐团，是利用在地德乐摕来做乐器，囡仔人世界去表演，嘛真受欢迎。教室内底传出叮叮咚咚的音乐声，现场的囡仔兄囡仔姐对老师的节奏，正在练习共用德乐做的乐器。因是南投德山秀林国小的学生组成的德乐团。乐团内底大细汉囡仔拢有，而且常常是高年级的阿兄阿姐带拄入学的弟弟妹妹做伙练习。刚开始学的时候有点困难，都是学姐帮我们练习，在表演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很常出去表演，表演的时候很开心，虽然很紧张，台下很多人在鼓掌。南投德山因为过去4颗梨啊有大片的德拿，所以才号名做德山。德山秀林国小就利用在地特色，成立德乐团推广德乐器。唔通看这寡学生囡仔咧演奏，那亲像真简单。要甲德乐讲好有声，确实无困难，但是要团结演奏出一条歌，就要经过真久的练习。你讲的粗甲幼，讲到的所在是空心的，也是节北的德目。甚至连德啊彩滴的也是欢迎的声音，拢会完全无同。所以这群学生囡仔逐工拍拼练习，出国表演嘛拢真受欢迎。在发展我们的族音乐的特色，让它现在跟12年课纲一样的，能够变成它的素养，以我们这个做点，再慢慢的再延伸出一线。我们希望以这样来带动竹山的文化特色。其实成立这个德乐团，不单单是利用在地有的物件，创造学校的特色尔，佫开始想要训练学生团结的精神。有一寡囡仔自细汉就知影，三人若同心，乌土变成金。就算是无听捌的德讲，做伙演奏嘛会传出美妙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动物的排泄物会当循环再利用，收来发酵了后，会当摕来当做肥料。台南市政府的农业局即马正在推广，把牛肉摕来做肥，长期使用，毋但会当友善土地，嘛会当替农民减落来买肥料的钱。养肥的机器伫田内底养肥，这不是一般的肥料，这是使用牛肉回收搁利用肥料。市府农业局畜牧科科长张耀仁表示，动物排泄物一直拢是业者真头疼问题，但是处理无好，会造成污染，所以鼓励业者将伊回收做肥料，用循环搁利用。这些牧草等于说它收割之后，就会回到它的那个牧场哈，作为这个那个牛只的一个使用这样子。最主要是像牧场可以借由这样的过程哈，做一个减废好，因为毕竟牧场产生的这些事业废弃物，如果可以经过这样循环再利用，减少直接排入到那个地表水体哈，那我们的环境会更友善。利用动物的排泄物做成优质的肥料，循环利用。佮将种的牧草送转去农场，佮用摕来饲只牛只，为了用省真侪肥料钱，佮用解决动物排泄废弃物的处理问题，用讲是1减2个。主人的地检啊，所以就是爱一寡爱用的，嘛加较省贵啊。哦，你安尼有较省，他们省然后偌济几成？你本来牧草用的固定的肥。若即马有改用这以后，省2-3成，有啊，差不多2-3成有啦。
回收动物排泄物转化成肥料方式，减少因为排放造成水资源环境污染的问题，个人降低肥料成本，将乌金变黄金。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来关心健康，国健署公布调查，讲咱台湾有超过一半的大人拢伤大块，体重超过标准。医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固定运动的习惯。根据国民健康署统计，咱国18岁以上的人伤重甲大块的比率逐年增加。2019年伤重甲大块的比率来到47.98%，相当于讲每2个人就1人是伤重。现在胖胖可爱的小朋友好像有比较多，就会觉得，那以后我们家小朋友如果长大，在挑东西吃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会在河滨公园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说拉拉腿啊，动动手啊，这个走快一点啊。即阵国健署认定的伤重甲大块标准，就是体重除以身高平方得出的 BMI 数值。若是超过24就超过标准，是三高加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族群。不过，医师提醒，因为每一个人的脂肪分布情形无同，除了 BMI 超过标准的人，其实也有一寡是稳型的大块的人，就是腹内脂肪伤多，相关也面临健康风险。中后型就是腰围比较宽的，跟这个所谓弱梨型，得到新陈代谢疾病也比较多，而且得到癌症的机会比较高。尤其像大肠癌，现在最近发现 BMI 越高，你得到大肠癌机会比别人多快20%。医师提醒，坐伤久也是运动无够，脂肪就较会囤伫个腰腹这所在。这种稳型大块的人得到糖尿病，也是大肠直肠的疾病风险拢会增加。呼吁民众为了健康，也是要保持规律运动，搭配平均的饮食。记者综合报道。流浪动物袂当安乐死的政策实施了后，各地头的动物收容中心即马拢已经停啊。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对这个月开始，高雄市的动保处甲民间团体合作，甲一寡流浪狗送去果子园、送去农地做保全，替农民斗赶狗，嘛减轻收容中心的压力。看到主人这寡狗是每日一直害一直吠，这28只狗拢是领养的。杜杜，它是最胆小又怕生的，它来了大概2年多，我才摸得到它。这每一只狗原本拢是流浪狗，李建国伫咧屏东是做园艺设计，以7八年前对中华民国动物保护协会遐分28只狗来做去农地保全。他们都觉得养那么多干什么？我说，土地荒在那边也是荒着，就是说给他们活动。第4只那个烧饼。这么侪只狗，每一只拢有家己的厝，逐工拢会来这草坡啊四过走、四过耍。另外，协会志工也定期来拜访，了解狗的健康，卖提供饲料、药啊。民众逐个月有500块的代养费通领。你一般要用领，大概一个人领食，要爱偌济人领才有度。所以，阮是希望讲透过这个古来户的计划呢，如果会当送去人的雇员来照顾伊的水果园，含主人做伴，会当领着1份的这个代养费的费用。那对狗仔呢，佫有头好啊照顾。协会这项计划已经送出300多只狗，因为成果袂歹，今年高雄市动保处嘛要甲因合作。这么已经伫咧桃园区找到2个所在。这个果子园有当时啊，拢会有一寡野生动物来做破坏嘛吼。这个农民非常的困扰啦吼。是讲是毋是当饲几只狗啊吼，会当帮伊顾这个果子园吼。迄个目前咱即嘛是咧试验阶段啦。高雄市目前2个收容中心拢已经满啦，估计5500只流浪狗，一年就会增加2万到3万只，压力真大。因讲农民间适合饲狗，爱做评估。空间吼，若讲差不多10只，较拄好，咱就互伊饲10只。甚至讲伊捌饲过，咱先5只互伊饲看卖。若饲了会好，咱再讲搁一寡狗互伊饲。1年360天常年无休的工作，没有说今天没有来，或是明天再来。流浪狗经过训练，会当顾农地、顾厝，不过民众嘛要考虑家己敢有时间照顾狗，因为一只狗就是一条命，也要对伊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国定古迹旧台南地方法院是1914年起的，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过去伫遮嘛捌审理过大班年事件，也有人权律师唐德忠，因为228事件被枪杀了后，伊的律师执照嘛是伫遮被撤销的。再来看这档保存济司法记录的法院。好，这入来头要小心哦。咱即摆来到遮吼，是阮最有特色的，叫鸟仔刀。其实这是法国式的厝顶啦，叫做马萨斯的厝顶。1914年起好，到即摆。看新5角形的基骨外口，就是弯弓形的厝顶。另外一边山丘尖塔形的设计，无对称的建筑理念，是国定古迹旧台南地方法院上大的特色。伊也是台湾到大也留落来唯一一栋伫咧日本时代起的大型法院。弯弓形大厅厝顶雕刻精美的条仔，也搁有下列建筑概念的彩光纸，拢看会出巴洛克的风格。伊是100年前的历史建筑，也是100年后的历史见证。建筑物的后壁面有4个法庭，含一个足神秘的通道。咱这是法官要行去法庭的专用的通道，伫遮去，才有2个刑事法庭，2个民法法庭。伊个主要目的是讲要避免和当事人接触。台南地方法院对1914年启用，担任87年的司法审判机关。伫咧启用的过当年，就判一件轰动世界的审判。1915年就发生台南就发生汉营交日本人抗战的迄个98年事件。迄阵虽然是军事审判，毋过是叫咱台南地方法院的法庭来审理的，当中判880几个人死刑，嘛是因为安尼，互国际注重到日本人这统治台湾的人权受到国际重视。30多年后，1947年日本人走啊，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唐德忠律师被推荐做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分会保安组的组长，因为唔愿将准备反抗者的名单交予政府，转去予伊叛乱罪惩决。伊本人的律师执照也是伫咧遮被撤销的。国民党甲绑起来游街，为即摆咱咧看迄个司法博物馆遐，一直甲游过来。游过来这个所在，当场枪杀。伊当时甲伊拘捕的目的就是，互因后壁的人较紧甲迄个名单烧掉去，所以无殃及无辜。台湾对维权行来到民主超过100年，台南地方法院虽望也未真正升格做司法博物馆，不过这4年来，透过济文物的展览，保存国民对司法的记忆，也积极推广法治教育，让众人见证台湾司法演变的点点滴滴。记者民警张水台南报道。再来镜头来屏东东港的海滨国小，在教囡仔镭射雕刻做芳船，结合在地海洋文化，让囡仔会当哪学哪耍。学习嘛规划营队，让家长陪囡仔做伙做伙耍，做伙结头壳。一只高一只无共设计芳船，全上镭射雕刻，甲插板刻做大小零件组装，让囡仔人发挥创意，做出属于家己的芳船。阁有专家指导镭射雕刻技术，大人甲囡仔是听甲足认真，目睭拢唔甘眯。它的距离都测试好了，它走一下它的边框走完了，确定我们就可以进行做镭射切割跟雕刻的工作了。囡仔人专心一致，斟酌思考插棒零件要安怎组合，这也是家己心内意爱的芳船。各家长斗3工，帮助囡仔实践创意。这是东港海滨国小的营队课程，让囡仔人哪做哪学习，培养能力。这次很高兴可以参加镭射雕刻帆船组装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组装的就是很快。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希望下次如果还有这种活动的话，我希望我可以参加。这个课程看起来很有特色，那想说带小孩子来多体验一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一些教学的东西。
创客教育强调囡仔人动手制作，也是鼓励囡仔人创造家己的特色。海滨国小开设营队，配合海洋教育，和众人斗阵参与动手二八动工。记者综合报道。家己布地碧沙街一冬前道路混垮，拓宽了后，街路虽讲搁新搁大条，严格围厝，即马只剩一堵壁，有的所在变做机灵地。即马有艺术团队来做彩绘，英国旧厝、旧凹、旧草，哩哩落落，啊，毋过即马是彩甲新点点。讲你啊，做迄落迄葱仔节，迄葱仔节。鸡卵逐个真真的呢，讲到以前的代志，社会阿嬷有讲袂出来故事。艺术团体甲社区过去历史创作真济艺术空间。袂歹，安那讲袂歹？较好啦，大家都在开讲，大家也来这运动，会看了感觉哦，这条路真正无共款咯，真正真水。嘉义县布地镇碧山街，进前路要改较宽咧，结果有的厝贴啊只敢若剩一堵壁。艺术家团体就利用一寡烂山地，规划做新的休闲空间。进前的旧厝咯，哩哩落落落啦，安尼拢落雨啊，安尼乌。啊，即马咧？啊，即马画安尼起来，擦擦的有较水啦。他那个轻松，佫比较多人来看。人家走到路上，他就照相。用1年的时间调查地方的历史，用8个主题呈现布地渔港的渔业、在地人文历史，高配合路尾故事馆，规条路拢是在地的故事。碧沙街它的主题就是延续光复之后的这个时代，也就是我们的那个1950年到1970年代这一段期间，在这边生活的布袋的人，他们的这个小时候的生活的回忆。这项团队讲，民众来布地大部分拢是去戏市场或者是关大围教堂，其实伫咧社区内嘛有真侪在地物件通看。因甲社区伫这个月28尾办活动，结合地方的文化甲创意，甲大家介绍布地的在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南韩的女艺术英国拢是查甫咧做较济，也毋过最近这几冬女性是愈来愈接看到，原因讲起来有淡薄仔伤心，因为即马有真侪死者拢是少年想袂开行地路的查某囡仔，因的家属是希望由女性来处理遗体，所以女性的女艺术才会增加，即马已经占60成。在南韩一级大学关于生死学课堂，学生当地模拟替女性死者日念换寿衣，加做代替查某学生坦白讲，扣查甫同学吸到身躯的时阵，真无爽快，就算死也嘛同款。다 벗고 제 몸을 만지면서 몸을 닦고 수의를 입혀줄 텐데 제가 아무리 죽은 사람이어도 그런 거는 원치 않을 것 같습니다. 그래서 이번 계기로 좀 더 다짐하게 된 건 생을 조금 일찍 마감한 여성분들, 특히나 여성분들은 제가 마지막을 보내주고 싶다는. 南韩的殡葬业过去一向是男性的天下，对观念开放甲需求增加，有愈来愈侪女性加入去这个行业。读殡葬相关科系查某学生，嘛到20年前敢若占比1/3，增加到即卖的6成。 죽음을 굉장히 터부시하고 그랬는데 지금 여자가 이런 일을 할 수 있겠냐, 안 무섭냐, 뭐 이런 식으로 좀 부정적인 인식을 많이 갖는 경향이 있었는데 지금은 이제 많이 그래도 지금 시대가 많이 변했기 때문에 많은 이제 좀 그런 인식 변화도 이루어지고 있습니다. 要替一个想袂开的少女处理送行事项的礼仪师讲，这个工课毋是干那处理送就线的流程。伊发现当事者的骹腿有真侪伤害家己的伤痕，迄是连伊厝内的人拢毋知影的秘密。家属表示，会当由女性礼仪师来处理走囝后事是真感谢。啊，毋过伊嘛发现，最近南韩女性的自杀率明显提悬，像讲真有名的女星具荷拉、前女团成员雪莉，拢伫咧去年自杀。 젊으신 분들이 사망하신 사례는 대부분 이제 많은 경우가 자살로 오시는 경우가 대부분이긴 하시고 이제 여성분들 같은 경우에는 특히 더 많은 편이고요. 자살로 인해서 저희 쪽에 오셔서 입관을 진행한 경우가 많고 이제 그런 분들 같은 경우에는 아무래도 가족분들 입장에서는 여성이 같이 입관을 진행을 해주는 걸 더 편안해 하시긴 하시죠. 其实，南韩是 OECD 经合作一当中自杀率上悬的国家。去年每10万人都24.6人想袂开，是 OECD 国家平均达到2倍多。今年以来，都有4000多个女性行地路。
官方统计嘛指出，今年顶半年疫情真严重的时阵，南韩女性的自杀人数佫明显增加7.1%，女性礼仪师的角色嘛变甲愈来愈重要。记者综合报道。西班牙有一座教堂，教堂内底有一个真有历史的牧羊女的雕像，去互外行人征收了后，规个走精。古典美女变做袂输网甲红仔册内底的人物，互专业的艺术修复师看到话要凝视。伫西班牙北部帕伦西亚，这栋建筑物最近真红，原因就是这个雕像。本来这个牧羊女五官真立体，佫笑面，怎么变做歪目抹片、灌肠嘴，袂输敢若网甲人物，民众看着拢硬去。Madre mía. Muy mal, porque han destrozado una figura que llevaba ahí muchos años y no sé por qué lo han hecho así de mal, porque es mejor no hacerlo que hacerlo mal. 这个雕塑起伫咧20世纪初期，发现这件产物的是当地一位艺术家，伊打出前后的对照图，讲这种修复根本就是乱舞，委托人爱负责。袂输2010年的耶稣灵元像，伊讲的耶稣灵元像也是一个文物被毁容的惨剧。半年前，北部的一个小镇博尔哈，一座教堂内面的耶稣壁画，因为拢翘起啊，有一位真热心的老阿嬷想要甲壁画恢复原貌，不过本来真庄严的耶稣，互伊画做敢若狗咧。无想到讲，这把耶稣灵元像竟然青红起来，吸引上万人来看。当地官员也特别设立游客中心。这个老阿嬷伫咧接受访问时阵讲，伊心内充满着感恩。Pero ahora a mi final esto, no sé si es que Dios me guardaba a mí esto para final mío y ha dicho esta pobre que tanto ha pasado en esta vida. 不过对艺术修复师来讲，这种代志上好是莫发生较好。牧羊女被收买了，西班牙艺术修复加保护协会强调，这绝对不是专业的修复。英国卫报是讲，西班牙怎么又搁加一项培育修复师的重要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喷会使摕来做能源，人体排泄物嘛会使，佫会当摕来发电。伫澳洲的布里斯本有一间污水的处理厂，研发出新的技术，甲排泄物摕来做发电的能源，规定无污染。排泄物碳化了后，佫会当摕来做肥料，嘛会当摕来做点仔架铺道路。变数真好呛水，拢袂阁去想讲即款排泄物会当创啥。不过伫澳洲布里斯本的洛根市，就污水处理厂利用人体排泄大便发电。Once it goes into this plant, it's heated up very quickly to 600 or so degrees. It basically carbonises it, turns it into a carbon-rich material. Obviously kills all of the pathogens. 排泄物放入去气化炉，利用高温热解方式产生气体，会当摕来发电。大便碳化了变做生物炭，会当做肥料，或者是淋伫咧点仔架铺路。Sticky, it has high odour, but it's really, really good for the farmers because it has high water content. Primarily allows the soil to hold on to moisture and release it as the plants require it. 废水处理厂回收的排泄物经过转化变做生物炭发电。洛根市估计每年人体垃圾人成至少1000万台票。因为规个过程的碳排放是零，会当减少50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People are really concerned about, particularly younger people. They want to see governments doing the right thing, being innovative, and saving the environment. 将人体排出黄金变做乌金发电。洛根市会拍算可要变更加侪预算，伫咧2022年进前达到碳中和目标，也继续研究污水道内面其他废弃物有甚物用途。希望达到100%资源循环再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今仔日东北风增强，各地温度会略略下降。北海岸、北部山区、东北部雨霾较粗。早起的时，气象局已经针对基隆、新北、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若即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拜三，拜四温度会小可回升，雨霾较停。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
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到25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